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这间5层楼的透天厝，应该是真歹卖，前后总共打12张要卖厝的广告，经过民众看到，拢爱笑。 就惊经过民众无看到，每一层楼拢倒要卖厝的市，佮惊角度唔对，无人注意，倒平正平拢总负，算的规间厝搭12张收一次，安尼也无够，上尾佮来一张提醒大家，厝落过好，欢迎大家来看厝，收这集真正是大家满是。看过是蛮好笑的，可能屋主很急的要售出去吧，可能想讨个吉利之类的。来到透天厝前，票已经全部理掉。 敢若伫咧壁倒，也有楼价跌黑，敢讲厝真正卖出去啊！这户已经卖了半年以上，那中间为什么会跌这样？是因为他要把客户能够吸引过来。买袂上风，敢若是厝价超袂好势，佮当卖厝中途爱继续加油，厝主买个继续等。毋过大马表示，这特别的行销手法，嘛已经成功引起大家注意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